再来看台中市代理燕麦场粪扫吨34万吨略未满咯，因为焚化炉的改建延前，卫生的问题是真使人烦恼。多环保团体建议讲，应该爱先推动使用收费的粪扫袋啊，安尼就会当减少至少2-3成的粪扫量。画面内底遮个粪扫是已经顶到5层楼悬，涂骹的垃圾水袂输变做一条河共款。台中市代理坑台场内底有34万吨的粪扫，已经用要满啊。当地民众烦恼卫生的问题，担心就是如果溢出来就比较不卫生，蚊虫就比较多了。它总计的这个设计量是499万吨哈，那目前只剩下2万多吨，它只剩下0.5%，也就是它已经台中市整个已经满到99.5%了。李代表示，目前代理坑台场粪扫的量，毋那是全国上济，目前敢若剩0.5%的空间尔。未来8年，还阁会放48万吨的粪扫入去，至少都要2042年才有法度甲清了。加上本山焚化炉改建的工程有去前着，台中已经是全国粪扫危机上较严重的城市。环保局强调讲，代理坑台场是焚化炉每一年咧维修检查的时阵，暂时抗力甲调度的作用，平常时啊拢有咧运用。文山焚化厂太古换新的工程，今年就会顺利决标，按算2029年完工，到时就会当大幅度减少代理坑台场粪扫的量。炉体，它假如说能完成去建造的话，将可提升整体的垃圾处理量呢，那届时可让大理埋场的这个部分大幅下降。随袋征收这个政策落实上面，让它变成一个全台中市的政策，相较其他县市，其实台中市是很有条件去来做这件事情的。环保团体认为讲，台中市9公区早就已经推行粪扫的费用随地征收25年。嘛减少2成至3成的粪扫量，应该赶紧推行到规个台中市，而且参考彰化县实施严格甲地开来稽查，互民众有粪扫减量的观念，才会当真正来解除粪扫的危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